来关心台中最近有2间讲是高级的烘肉店，防检机讲店头是用过期的肉品。台中的检调含食安处昨昏有去调查，伫台中西区的牛地和牛烧肉去调查，发现有16项过期的牛肉，已经直接甲业者罚192万，已经要求停业。检方甲业者带回去问话了后，有5个人即马是交保候团。 店门头前挂红色的挂灯，透明的橱窗内，阁会当看到顶级的肉品在展示。门口虽然挂准备中的牌仔，但看起来无在做生意。台中市西区的基地和牛烘肉，有民众甲食安处检举，讲使用过期的肉品，互消费者真意外。吃这种的，搞不好你2分熟、3分熟你都敢吃啊？对啊。 结果吃到过期。对啊，这样子很恐怖啊！之前台中西屯区的和牛 Emperor 顶级烘肉店，互员工检举讲使用过期的食材，互卫生局重罚144万，要求随停业。即马佮传出同款的食安问题，检调和台中市卫生局2时对2间业者发动敲催，基地和牛烘肉互查到16项过期的牛肉，直接罚192万，要求随停业。那我们卫生单位呢，在现场确实是有发现了16项逾期的牛肉，罚款的金额总计192万。检方传讯2间业者拢总8个人到案，先后甲和牛 Emperor 日本籍被告3个人，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的罪嫌。 交保候团嘛限制出境出海，基地和牛烘肉涉上的被告等2人，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伪造文书，判交保。任该和牛烧肉店之日籍被告版本、久保、3天等人涉嫌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等罪嫌重大。另名烧肉店之负责人宋姓被告及其肉品商业务蔡姓被告。 则系涉犯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、加重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。台中市政府表示，讲最近食安的查察，检举者这都是发挥功能，2件和牛案拢有人检举，基地和牛烘肉的检举者会当得到实收罚金的1半96万做奖励。市府嘛宣布讲，即马开始会启动日本和牛专案稽查，业者的数量搁在统计，要来严控一直在烧的食安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